淡市地高选区的选战激烈，议员刘月英将因2年8档以来所争取的地方建设制作成政绩地图，让民众用轻松看地图的方式，得当了解南区、安平区的重大建设，用专业智能的角度来争取选民认同。我想是一个用最负责任的态度延续赖清德医师包括林俊宪委员的一个精神，用最负责的态度向选民报告我这4年、这8年为了南区、湾里、昆山、洗漱还有安平所做的事项，透过地图方式的一个呈现，然后分成3个一个部分，让我们的这个民众很清楚来知道我们这4年、8年的一个努力的成绩单。那在这边也跟这个民众来报告，我已经很努力，我已经不是正2代，也不是富2代，所以相当珍惜选民托付给我的机会。那我们会更加的打拼。会中议员嘛，伫立委林俊宪的小厅发表因共同努力，为了严定昆山甲安平到处所设立的社会主体，让青年好徛起。我们南区可以是那时我跟刘位议员一起看了大概几个地方。第一个就是清水路，就是要中华西路要转进去昆新那个所在清水路嘛那个地方现在有2块空地，各位可以去看现在是搭很多棚架，都是候选人的竞选看板。那个地方2块地以后都要盖社会住宅。还有一块在盐城在新建路、新建楼另外一边是中华西路在新建路、中华西路中间我们有都看过那个规划设计的都非常好它社会住宅未来还会结合长照、结合幼儿园、结合公园等等，希望可以为南区再带来新的不一样的一个住的一个需求的解决。议员公益8档来受大家栽培，好有机会奉献。未来嘛是一步一脚印，用争取的政绩来回馈乡亲。台湾新闻，阮是林根采访报道。